幸福人教會4週年感恩崇拜暨榮恩傳道項目典禮即將開始，請會眾站立。牧師準備進場。仍然站立，請聽呼宣召。主啊，我要在萬民中稱謝你，在列邦中歌頌你，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你的誠實達到穹蒼。神啊，願你崇高過於諸天，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好，而家以下程序咧，我哋會眾請坐。現在我哋請咧筲箕灣浸信會恩頌詩班為我哋演唱。為我世人生
以下咧，我哋請李富蓮傳道為我哋祈禱。我哋同心低頭禱告。主啊，你話這是耶和華所定嘅日子，我哋喺其中要歡喜快樂。主啊，我哋為到永恩嘅奉獻係一個甘心樂意嘅奉獻，我哋去感謝你。主啊，佢一路以嚟嗰種嘅單純，嗰種嘅勇往直前，縱然佢知道前面嘅路冇想像中咁容易行嘅時間，但係因為佢望見你成為佢生命裏面嘅目標，佢就快跑去跟隨你。佢帶住愛，帶住盼望，帶住信心去跟隨你。主啊，我哋為到佢嘅生命，我哋去感謝你。主啊，喺佢將來牧養成為群羊嘅榜樣嘅同時，主啊，我求你俾佢嘅愛心係有根有基，你俾佢嘅生命可以喺真理上邊去成長，你俾佢個使命係願意成為人學校嘅榜樣，你俾佢嗰個生命力更加係一個無論喺任何環境，無論係順境逆境，主啊，佢都可以茁壯去成長，都可以成為喺台上邊嘅燈台，可以成為一個為你發出耀眼光芒嘅一個見證。主啊，我又願你去賜福佢嘅智慧。主啊，俾佢喺將宣講嘅日子，主啊，佢用真理成為佢嘅宣講嘅根基。你更加俾佢用智慧去得着人嘅心，叫人係可以將榮耀去歸俾你。主，我甚願喺佢人生嘅每一步嘅路程當中，佢嘅奉獻令到佢係可以滴下一個甘油，滴下一個脂油，佢心裏邊嘅火嗰種嘅熾熱嘅燃燒，係讓佢自己都難以去明白，難以去言傳，就係話究竟呢一份愛係嚟自乜嘢？究竟呢一份愛咧係點樣去焚燒佢嘅生命？主啊，我哋縱然知道一個唔完全嘅生命，但係我哋知道喺你嘅手裏邊，就係因為我哋可以去誇我哋嘅軟弱。你話喺一切嘅事上邊，你嘅恩典係夠用。所以主啊，我哋嘅唔完全，原來就係彰顯你嘅能力嘅完全嘅同時，主啊，就俾佢心裏邊冇任何嘅懼怕。正如咧，約書亞要跨過約旦河嘅時間，你話你只要遵守我嘅律例、我嘅典章嘅時間，你就剛強壯膽，不要懼怕。我俾你嘅能力係一個咧越強越強，係一個咧以敵殺敵嘅能力。主啊，叫佢咧喺一個永恆嘅國度裏邊，佢係得着呢一個永恆嘅獎賞，叫佢見到嗰個盼望嘅時間，心裏邊就歡喜同埋快樂。主啊，為到佢嘅奉獻，我哋再一次去感謝你。主啊，我又甚願喺一個末後嘅日子當中，我哋嘅奉獻，我哋咧嘅所做嘅任何個榜樣咧，係俾呢個世代咧帶嚟一個新嘅盼望。主，呢個盼望因為嚟自你，我哋冇任何嘅羞恥。呢個盼望咧嚟自你嘅時間，我哋就可以好大聲去宣講，就係話當信主耶穌，當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主，多謝你，我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唔該晒李富蓮傳道，好感動嘅禱告，因為李富蓮傳道咧係阿麥傳道嘅屬靈媽媽，睇住佢成長，所以係好有感動，去為佢禱告下。好，咁我哋跟住咧就係咧到 servants and servant 去帶我哋去敬拜啊，將以下程序交俾 servants and servant。我哋一齊
齊用詩歌去敬拜嘅神。請各位起立。願榮耀、尊貴、讚美都歸於我哋天父上帝。主啊，你係創天造地嘅神，昔在、今在、永在嘅神。我哋今日聚在一齊，都係我哋要再一次高舉耶和華嘅聖名。我哋係同心嘅宣告：主，你係我哋嘅主，你係我哋嘅王。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你。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被拆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你。任我跪拜聖潔的你，你的尊貴極完美，哪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尊貴、榮耀、美麗，全地萬有也頌揚歌唱。萬世救主，永在全能，至高的讚美歸你。一切向主屈膝，求容讓我進入榮光裡，被拆救主，當得讚美，願國度權能屬你。讓我跪拜聖潔的你，你的尊貴極完美，哪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任我跪拜聖潔的你，你的尊貴極完美，哪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我獻上頌讚到你座前，崇拜君尊救主。任我跪拜聖潔的你，你的尊貴極完美，哪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任我跪拜聖潔的你，你的尊貴極完美，哪可相比？在你手中執掌真理，權柄永久，百姓都因你歡喜，我讚頌你，我讚頌你，應該屬你。神啊，你行嘅大事無可測度，你行嘅奇事多不勝數。我哋要仰望你，我哋要細心觀察，見證上帝你嘅大能。
喺我哋身上面嘅作為，我哋要深思。你俾我哋遇見嘅每一個人、每一件境況，我哋深信係帶着上帝你嘅心意、你嘅美意喺當中。我哋知道你係常常與我哋同在嘅神。超過言語能述說，超過言語能述說，你恩典從無間斷，主的奧妙至高作為，完全沒法估計。歌唱頌讚全屬你，有主心全然歡喜，主看顧憐憫不遠離，全地也當讚美。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於荒野裏神能開道路，在沙漠裏能有江河滔滔。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一生靠着你時刻引導，因主意念至高，倍頌讚宣告。超過言語能述說，你恩典從無間斷，主的奧妙至高作為，完全沒法估計。歌唱頌讚全屬你，有主心全然歡喜，主看顧憐憫不遠離，全地也當讚美。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於荒野裏神能開道路，在沙漠裏能有江河滔滔。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一生靠着你時刻引導，因主意念至高，倍頌讚宣告。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於荒野裏神能開道路，在沙漠裏能有江河滔滔。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一生靠着你時刻引導，因主意念至高，倍頌讚宣告。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於荒野裏神能開道路，在沙漠裏能有江河滔滔。神行大事沒法測度，行奇蹟無法勝數，一生靠着你時刻引導，因主意念至高，倍頌讚宣告。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主啊，你叫我哋比天使微小一點，賜我哋榮耀、尊貴、榮利冠冕。主啊，感謝你，雖然我哋仍然有好多瑕疵嘅地方，但係你俾我哋有份係你嘅善功上。你不要我成為最好才不叫我，你不要我完美無瑕才接納我。主耶穌，我知道你已為我捨了性命，我只要做合乎你心意的人。你不要我成為最好才不叫我，你不要我完美無瑕才接納我。主耶穌，我
知道你已为我舍性命，我只要做合乎你心意的人。因你奇妙的爱，因你浩瀚的典，主我永远属于你。你靠在你怀里，照亮了我生命。哦，神，愿你的荣耀。你不要我成为最好才呼召我，你不要我完美无瑕才接纳我。主耶稣，我知道你已为我舍性命，我只要做合乎你心意的人。你奇妙的爱，因你浩瀚的典，主我永远属于你。你靠在你怀里，照亮了我生命。哦，神，愿你的荣耀。因你奇妙的爱，因你浩瀚的典，主我永远属于你。你靠在你怀里，照亮了我生命。哦，神，愿你的荣耀。因你奇妙的爱，因你奇妙的爱，因你浩瀚的典，主我永远属于你。你靠在你怀里，照亮了我生命。哦，神，愿你的荣耀。因你奇妙的爱，因你浩瀚的典，主我永远属于你。你靠在你怀里，照亮了我生命。哦，神，愿你的荣耀。哦，神，愿你的荣耀。主啊，願你得着最大嘅讚美，最大嘅榮耀，我哋同心嘅敬拜讚美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去歌唱祈求。以下咧係讀經嘅時間，我哋請會眾可以坐。以下係讀經時間，我哋請李富成牧師。恭讀提摩太後書1章6至7節。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以下咧，我哋請陸輝牧師訓練，講題係如火挑旺。請陸輝牧師。
今日我哋好開心，因為一齊見證郭永恩傳道嘅按立，一個好簡單嘅儀式，但係嗰個意義對佢嚟講，對弟兄姊妹在座各位嚟講咧，都係好震撼嘅。咁一個唔係好大嘅教會啦，係成立咗幾年，但係得到弟兄姊妹嘅關心啦、支持啦，嚟出席呢一個嘅按立典禮嘅時候咧，真係反映到大家對姊妹嘅關心。喺未來嘅日子，進入一個新嘅領域階段去侍奉嘅時候咧，郭永恩傳道咧繼續需要各位嘅支持嘅。咁喺呢一個嘅時刻咧，我就盼望用提摩太後書第1章嘅經文，就同姊妹分享，亦都同各位弟兄姊妹一齊嘅分享。經文咧就啱啱讀咗㗎啦，俾大家猜一猜。喺香港72行其實多過72行㗎。邊一個行業咧就係個空缺係最多嘅咧？2004年嘅數據咧，就係成個行業咧係有14.5% 空缺。2009年嘅數據咧係少咗啲10.2% 嘅空缺。2014年咧就再少啲啦，係有7.7% 嘅空缺。去到19年嘅時候咧，又空缺多咗啦，就係11%。去到舊年升到12.3%。深水清嗰啲咧都估到㗎啦，有冇估到嘅一個最具挑戰嘅工作係乜嘢咧？最具挑戰咧，即使我個難度好高嘅數據話俾我哋聽咧，2年之內轉工嘅咧就係18.9%，即係5個人有1個人咧係做唔過2年嘅。咁呢個行業係乜嘢啊？就係牧養嘅事工啊！就無論係教會嘅牧養，或者係福音機構嘅牧養，或者係一啲外展性嘅報導同埋牧養嘅工作。今日永師姊妹咧，佢就投入咗呢個行業，並且咧係再進一步嘅去承擔更重嘅挑戰。呢兩節嘅經文咧，係保羅對提摩太嘅勸勉。大約喺呢個時間咧，保羅認識咗提摩太咧，已經係差唔多20年。從保羅嘅傳道開始，呼召提摩太，揀選佢做佢嘅助手，一路去到保羅晚年坐監嘅時候咧，就吩咐提摩太咧，要去快啲去褪佢，差唔多20年。喺咁樣嘅關係當中咧，保羅就提出嚟對提摩太一啲嘅提醒啦。咁呢個亦都係對永恩姊妹嘅一個嘅提醒。呢個提醒係有啲乜嘢特別嘅地方咧？就有關恩賜嘅問題。因為經文第6節咧就話俾我哋聽咧，就係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賜給你嘅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上嚟。呢個係恩賜。有關呢個嘅恩賜咧，就保羅話：為此我提醒你。保羅提醒提摩太。呢個為此咧，就係指第3節到第5節嘅內容。為着前邊所講嘅內容咧，就保羅作一個嘅提醒。咁第3節至到第5節係咩嘅內容咧？就係有關保羅對提摩太嘅感恩啦、禱告啦、想念提摩太啦、紀念提摩太啦，
喺禱告裏邊時時記得提摩太嘅，喺一個禱告嘅場合當中。然後呢一個嘅禱告咧，就為着提摩太嘅無偽之信，提摩太嘅信心。咁啊，保羅提出呢一個嘅信心咧，係由提摩太嘅外祖母、提摩太嘅母親一路由提摩太去承傳嘅。咁保羅就話呢個信心真誠嘅信心咧，係喺提摩太嘅心裏。嗱，所以呢個嘅提醒咧，就係讓提摩太知道佢嗰個嘅經歷，就係祖母啊、媽媽嘅成傳啦嚇，影響啦嚇，佢嘅成長。然後佢嘅呼召係有佢媽媽嘅支持嘅，咁所以保羅揀選提摩太去從事第二次嘅旅遊報道嘅時候咧，就係成個家庭咧都支持佢嘅。咁呢個嘅基礎咧，就成為咗提摩太嘅侍奉嘅基礎啦。佢家庭嘅教導，佢持定呢一個嘅信心。佢肯定咗呢個呼召，然後開展佢嘅侍奉。嗱，呢一個嘅恩賜就係由一個咁樣嘅基礎開始嘅。咁亦都係命師傳道咧，就係永恩傳道咧，就係向前看嘅一個嘅基礎啦。跟住保羅就話要提醒提摩太。咁呢一個嘅信息，亦都係同永恩姊妹咧嗰個案目咧係好相關嘅。保羅提醒，特別去叮囑，提醒乜嘢咧？就係要面對苦難。點解要提醒咧？因為人生咧充滿挑戰嘅，有天災人禍啊，有內在同埋外在嘅一啲壓力啊。身體可能出現有毛病各種嘅情況底下咧，就使到我哋去侍奉嘅時候咧係充滿挑戰嘅，因此係需要呢個提醒啦。咁喺第2章第8節咧，就保羅提摩太咧就唔好以為主作見證為羞恥即是話咧有冷言冷語啊，有啲拒絕啊。會令到我哋沮喪嘅呢啲係苦難，就需要保羅特別嘅去提醒啦。要為福音同受苦難，然後咧最後叮囑提摩太咧，保羅坐緊監，知道就快要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咧，就叮囑提摩太咧要趕緊嘅去見保羅最後一面。嗱，人生係充滿呢一啲嘅挑戰嘅，咁所以咧就係保羅提醒提摩太，侍奉嘅人咧係需要鼓勵、安慰，需要長輩、需要同儕嘅支持，然後先至可以去面對呢一個侍奉嘅挑戰。永恩姊妹，當我聽到佢嘅蒙召嘅見證，當佢接受按牧嘅見證嘅時候咧，心裏邊都有好多動力。佢有母會嘅教牧同埋弟姊妹嘅支持，佢有工場上面嘅一啲嘅長者嘅去關懷，都有好多嘅義工去幫手，咁使到佢充滿挑戰嘅侍奉裏邊咧，係得到動力嘅。嗱，因此各位需要繼續以往點樣去支持我哋嘅姊妹咧，未來需要繼續嘅去支持嘅。呢個嘅提醒咧就有關恩賜啦，所以喺第6節嘅下半節咧，就使你將神藉我按手所給你嘅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上嚟。佢有好多嘅恩賜，大家都印證到㗎。但係呢啲嘅恩賜咧，就係、
神藉我按手所給你嘅。咁究竟呢個恩賜同按手有咩關係咧？唔按手有冇呢個恩賜咧？其實喺我哋嘅理解當中咧，唔按手都有管理恩賜啦，所以佢侍奉咗咁多年啦。不過按手嘅時候咧，就保羅特別提到咧，就係按手即係按立牧師咁咧按手咧係一個嘅儀節，係表示一個嘅授權，就係印證上帝嘅恩典咧臨到呢一位嘅姊妹，按手同埋恩賜，但個焦點咧都係響恩賜上邊。保羅就按手啦，咁我哋知道今日按立牧師咧，我哋都跟從呢一個嘅儀節咧，就按手。按手係表示弟姊妹嘅認可同埋肯定，喺佢嘅教會裏邊，喺佢所服侍嘅機構裏邊，大家都觀察到、認定到佢有上帝俾佢嘅恩賜，亦都係呢個按手咧，就係反映咗眾人嘅肯定，讓佢能夠繼續面對挑戰嘅時候咧，多以侍奉。呢個按手亦都係認同佢嘅委身。如果佢以往咧就係嘅侍奉咧就係粗粗疏疏好少懶理咁樣會唔會接受到我諗咧？我相信一定唔會噶嘛，係咪咁咧就係反映到佢做嘢認真啦，佢熱誠啦，佢投入啦。呢種嘅個人嘅委身咧，就喺呢個按手嘅儀式裏邊咧，係一種嘅肯定。而重要嘅咧就係神俾佢嘅恩賜，因為按手嘅時候咧，就肯定佢有從神而嚟嘅恩賜。恩賜係唔同嘅，但係好感恩嘅咧，佢能夠去接受、去運用，亦都去侍奉。呢個恩賜唔係因為我做佢牧師，佢特別多恩賜。唔係因為佢做咗牧師，所以特別就係因為呢個崗位就多恩賜，唔係，而係咧就係眾人去肯定上帝已經俾佢嘅恩賜。然後呢個恩賜需要點咧？係如火挑旺起上嚟。如火挑旺就唔係我哋話煽風點火煽風點火咧就係一種嘅情況，但係呢種嘅煽風點火咧就係佢嘅恩賜就可以點樣繼續發旺。咁呢一個如火挑旺咧，就喺原來嘅文字咧係一個現在式。大家對英文熟悉嘅時候咧，就知道呢個現在式咧係反映一個現象咧，就係延續不斷。佢過往有上帝嘅恩賜，俾佢嘅恩賜，而家就要點繼續去讓呢個恩賜去發揮啦，就如火挑旺。咁喺呢個聖經裏面咧，點樣去挑旺法咧？就係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咧，就係 kindle afresh， 重新嘅去思考，重新嘅去肯定同埋運用。King James Version 咧 stir up 咁就係我哋中文最接近嗰個煽風點火啦。咁然後咧就係NIV 咧就係 fan into flame。就唔夠旺嘅時候咧，潑一潑佢，令到啲火旺啲。咁我哋燒嘢食嘅時候咧，就知道啦，要潑旺嗰啲火啦。咁咧就係保羅對提摩太嘅提醒咧，就係佢所擁有嘅恩賜咧，就需要點如火挑旺起上嚟。所以永恩傳道將來去侍奉嘅時候咧，就能夠喺上帝俾佢嘅恩賜上邊。對於關懷啦、福音嘅事工啦、牧養嘅事工啦，
繼續去挑和起上嚟啦。咁因此咧就用嚟實踐使命嘅。咁盼望咧佢喺實踐使命嘅時候咧，能夠記得呢個係上帝俾佢恩賜，係俾佢一個崗位，俾佢一個機會繼續嘅去發揮。咁佢越能夠運用嘅時候咧，就越能夠純熟，越能夠產生果效。除咗恩賜，保羅仲提醒提摩太咧，係一個侍奉嘅心，係點樣嘅心？神俾我哋嘅係乜嘢咧？呢個俾就係神賜俾我哋嘅，賜俾我哋咧係一個恩典。我哋信耶穌，信咗耶穌之後咧，我哋有諸般嘅恩賜，所以呢個侍奉嘅心咧係神俾過我哋嘅，係乜嘢咧？反面嚟講咧，唔係膽怯嘅心。保羅話人會驚嘅，係嘅。呢個膽怯嘅字咧，係指到我哋嘅性格啦，我哋嘅個性啦。因為英文翻譯做心嗰個字咧，就係 spirit， 我哋嗰個精神啊咁。我哋嘅理解咧，就每一個人咧都有佢嘅個性嘅，都有佢嘅性格嘅。咁個性格咧好唔同嘅性格啊咁。咁保羅就提醒我哋咧，就係一個唔係膽怯嘅心。就上帝俾姊妹嘅唔係一個膽怯嘅心。King James Version 咧，呢個 fear 驚，人會驚。NIV 咧就係講 timid 呢個字咧就係內向、怕事咁樣。嗱呢個就會同呢一個人嘅性格咧有關嘅。但係保羅提醒提摩太咧就係、上帝既然俾我哋有恩賜，我哋用上帝嘅恩賜去侍奉嘅時候咧，我哋就唔需要懼怕。我哋唔需要因為我哋嘅性格啦、我哋嘅年齡啦、我哋嘅內向或者外向啦，我哋會面對困難而產生一種嘅退縮嘅心啦，或者係我哋缺少呢個安全感。侍奉嘅時候，好容易被呢啲負面嘅因素咧，係令到我哋減弱咗個動力嘅。但係保羅提醒提摩太咧就係、上帝賜俾我哋嘅心咧，唔係膽怯嘅心，咁而係乜嘢咧？乃是一個相對啦，乃是咧就係、三個嘅心。第一個咧就係、剛強嘅心。呢個剛強咧就係、神俾我哋嘅剛強。呢個剛強咧係指我哋嘅生命嘅動力。就唔係我哋讀幾多書，口才幾好，識得運用一啲嘅手段去達成一啲嘅目的。世人咧就可能靠呢啲去有成功、有成就，但係咧，保羅就話俾提摩太聽咧，就係、上帝俾佢嘅心咧係一個剛強。呢個嘅希臘文咧。就係你將佢翻譯做英文咧，就係 dynamic 呢個字啊，係嘅。咁呢個剛強咧就係、反映到嗰種嘅爆炸力，嗰種嘅影響力。佢心裏邊咧係有呢個剛強嘅心，上帝賜俾我哋嘅咧就係、呢個剛強嘅心，可以面對好多嘅挑戰啦。好多嘅困難啦，然後好多嘅智慧啦去處理呢啲嘅困難啦。德蘭修女嘅見證，一個好軟弱嘅姊妹，但係咧就喺加爾各答由零做起。本來嘅差會咧係差佢去另外一個地方嘅，但係佢見到加爾各答嗰啲嘅貧民、垂死的人。因為一啲患重病嘅人咧，屋企唔想照顧佢，
所以咧就將佢擺喺街邊等死。咁啊，德蘭修女咧就係、一個好微小嘅心咧，就係、要讓呢啲垂死嘅人咧死得有啲尊嚴。咁所以咧就係叫佢一啲嘅童工咧，就揾一個地方，一個教堂裏邊嘅地方咧，就將佢哋安置咗呢個教堂。目的就係乜嘢啊？死得舒服啲，死得有尊嚴。一個好微小嘅事務，慢慢呢個影響咧，就成個印度嘅天主教咧都受影響啦。咁如果你哋有機會去加爾各答嘅時候咧，記得去參觀呢一個德蘭修女嘅歷史館啊，係將佢嘅故事寫低落嚟。剛強嗰種嘅能力，嗰種嘅動力由邊度而嚟咧？係上帝俾我哋。第二個嘅心咧就係仁愛嘅心。仁愛嘅心咧，大家都知道啦，就係耶穌成日講嗰個愛啦，愛神啊、愛人啊等等咁樣嘅愛心。咁啊，愛人如己，識得愛自己，要愛自己嘅心咧，就去愛其他嘅人，特別要去探訪，要去接觸同埋報道嘅時候咧，係冇咗呢個嘅愛心咧，就比較難啲去做嘅。咁所以咧就需要有呢一個嘅愛心，而呢個愛心咧就係、神所賜嘅，唔係減免嘅心咧，乃剛強仁愛嘅心。咁咧就係呢個仁愛咧就唔係淨係關心人工嘅。咁今日咧就好多仇院咧都話俾啲仇生聽咧，唔可以刻薄嘅，即係唔係佢刻薄人，教會唔好刻薄佢啊。咁啊，但係另外一個嘅角度去睇咧，就係、中國人嘅古老嘅傳統咧，特別係傳道人嘅傳統咧，就係、不問耕耘咧，不問收割，只問耕耘啦咁。咁呢條心放咗出嚟嘅。咁今日咧，我哋要平衡呢一度咧，就係、由邊度嚟咧？就係、呢個愛心、仁愛嘅心。咁啊，有仁愛嘅心咧，就慢慢可以建立到一啲我哋叫做牧者嘅風範，即係大家欣賞嘅，大家去認同嘅，大家能夠去學習嘅。咁然後咧係用佢嘅生命去轉化佢所接觸到嘅人，仁愛嘅心。第三個心咧就係、謹守嘅心。謹守嘅心咧就係 King James Version 嘅翻譯咧係一個 sound mind， 即係話頭腦好清醒呢個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咧就係 discipline， 就係紀律，自己咧識得去管理自己。咁 NIV 咧就係 self-discipline， 就係自我管理。呢個就係謹守嘅心，即係話上帝咧唔單止俾剛強仁愛，仲有呢一個謹守嘅心。咁包括咗自我控制自己啦。自我控制自己咧就係、每一個人都要學習嘅。咁咧就係準時瞓覺啦。咁咧就即係唔好俾呢啲電腦遊戲吸引我哋一路玩到通宵啦咁。呢啲咧係需要我哋有乜嘢啊？係好嘅，不過咧我要識得去控制自己啦咁。呢個咧就係謹守嘅心。有啲嘢我哋需要做，但係咧做到自己病咗唔得㗎嘛，係嘛？咁呢個咧就識得去判斷咧。就係嗰個自我嘅管理啦。自我嘅控制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嘅方面咧，就係、控制自己嘅情緒。所以聖經話俾我哋聽咧，要慢慢嘅道路啊。就唔好好快咧就去控訴別人啊，我哋叫做論斷啊咁。侍奉裏邊最大嘅挑戰咧，就係、人與人嘅相處，同工的關係，同工的關係嘅 ABC 咧，就係、自我控制啦。
永遠都係咁樣嘅。咁你有好多嘅恩賜又好叻，咁但係咧就係、同人嘅關係，如果人哋唔服你嘅時候咧，你好難去推動到一啲嘅事工嘅。呢個社會啊，以前咧就好重視 IQ 智慧，但係咧就係、最近咧就重視 EQ 嘅意思咧就係、待人接物嗰個嘅關係啦。咁即是話咧，就係、呢三個心咧，都係上帝俾咗我哋恩賜，俾埋我哋呢一個三個心咧去侍奉嘅。所以對提摩太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安慰。對永恩姊妹嚟講咧，同樣係上帝俾佢應許，上帝俾佢恩賜，同埋上帝會使用佢。咁盼望透過呢個嘅按立嘅儀式咧，就係、佢能夠係喺佢嘅生命裏邊咧，係認定上帝嘅呼召、差遣同埋使用，喺未來嘅日子咧，更加見證到上帝與佢同在。感謝陸輝牧師透過神嘅説話咧，去勉勵同埋鼓勵。傳到心度係要勇敢，要謹慎，全部總之上帝嘅恩典。咁我哋今日咧好重要嘅環節，都話全日嘅環節都好重要，但係呢個環節咧好重要咧，就係個按個環節啦。咁咧，我哋咧就請個牧團嘅牧者，咁我將時間去交俾陸輝牧師，牧團嘅主席。你會我把聲唔夠大嘅，所以要咪啊。咁今日好高興咧，係有永恩姊妹嘅教會嘅牧者啦，佢侍奉嘅同工啦，佢嘅學習嘅一啲嘅老師啦，一齊參與呢一個按立嘅節。咁我哋首先為姊妹祈禱，我哋一齊嘅低頭祈禱。天父，我哋為着永恩姊妹，我哋獻上感恩，因為見證你自己嘅呼召，你嘅差遣，讓佢能夠喺侍奉當中係見證到從上而來嘅愛心、聖靈而有嘅動力，讓好多人能夠聽福音、信耶穌，生命得到轉變，能夠加入教會接受牧養，能夠喺佢哋嘅崗位裏邊有美好嘅見證。我哋多謝你。當眾弟姊妹係認同佢嘅侍奉嘅心志，一齊嘅係讓佢喺侍奉裏邊進入一個新嘅領域，去接受按立嘅時候，我哋求主讓佢嘅心裏邊係繼續依靠我哋嘅主。我哋眾位牧師要再一齊嘅按手。讓你嘅恩賜喺佢嘅身上能夠如火燒旺起上嚟，讓呢一個嘅弟姊妹嘅認定支持到佢接受艱辛嘅挑戰，充滿困難嘅
侍奉，讓呢一個嘅安立，叫到佢認定主會賜俾佢足夠嘅恩典同埋能力，願你悅納佢嘅心志，願你使用佢嘅侍奉，願你叫到佢嘅身體心靈都蒙恩，凡事有上帝恩手嘅引導。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禱感恩係奉耶穌基督名求，阿門。跟住就受打嘅請情交黃牧師。跟住我請吳瑞雲牧師頒發證書。以下我請杜崇基牧師差遣祈禱。讓我哋同心禱告，親愛嘅天父，我哋讚美你，感謝你，你讓麥永恩傳道安立成為牧師，為的就是要喺呢一個信心牧養之家展開佢喺囚友當中嘅服事。主，你差遣佢喺呢個崗位上，能夠透過按牧更有效嘅去服事在囚嘅人士。喺佢嘅侍奉嘅當中，佢發揮基督嘅愛同埋嗰個關心愛心，讓每一位嘅在囚人士感受到主嘅愛，從而佢哋能夠去認識福音，得以以主為佢哋嘅生命嘅主。所以我哋都願意神繼續喺永恩嘅身上展現你自己嘅大能，又讓佢一切要作嘅工與佢同在，差遣佢去到邊一個地方都成為邊一個地方嘅祝福。主，我哋讚美你，感謝你，願你悅納垂聽我哋眾人嘅禱告，祈禱感恩，奉基督得勝名字。女成而家請麥牧師述接下，我哋俾啲掌聲。麥永恩牧師，我哋要講一口啦，我哋請個團可以就座。感謝神，今日咧係我人生裏邊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感謝咧每一位愛我嘅牧者、弟兄姊妹、我嘅朋友、我嘅親友、我嘅家人都嚟到當中，一齊見證呢一份嘅喜悅。仍然咧記起2022年9月開始喺母會筲箕灣浸信會侍奉，我去做牧師嘅秘書。6年之後我離職，轉投入去 Alfred Cross Hong Kong Office， 我做咗 M2K 團契遊樂園、MNO 媒體綠洲、監獄機構、遼西嘅非洲眼科醫療事工。之後我蒙主呼召讀神學，畢業之後我去咗做醫院嘅院牧。我冇諗到一直全時間侍奉至今，已經係23年。大家數下手指，我諗你都知我而家幾多歲。咁即係神讓我喺母會學習咩叫做侍奉，由一位行政嘅同工，轉眼去到今日作牧養帶領，成為牧師。聖經上面話，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嘅係眼睛未曾見過，耳朵未曾聽過，人心也未曾想過嘅。對我而言，我名字後面加上牧師咧，呢一個稱呼，從前我真係冇諗過，今日知道原來都係神為我預備。作為一個牧者，有愛神愛人嘅心都係基本啦。我好中意做對人嘅工作，好中意主動咧去關心第二啲嘅人，好容易咧去為他人設想，亦都好中意去傳福音。神學畢業嘅時候，老師曾經問我 Maggie 啊，點解咧你唔考慮牧會嘅咧？我就同佢講，可能我從小就喺教會成長，
睇到咧教會嘅牧者咧，大部分時間咧都喺教會嘅裏面，佢只可以關心同埋牧養堂會嘅弟兄姊妹，要跟進牧養同一個嘅群體，確實咧都要花好多嘅心思，而且咧要面對好多行政嘅工作同埋好多活動嘅安排，要專心牧養真係唔容易。相比院牧嘅服侍，不論係醫院或者去到監獄，牧者都需要主動嘅去到佢哋嘅當中。此時此刻，單單專心聆聽同埋牧養一個人，提供關心、安慰、傳福音，俾即時嘅支援同埋梳理情緒，主動嘅進入他人嘅領域，主動嘅對人關心，我覺得院牧嘅服侍好適合自己。原本我以為自己喺醫院做院牧咧會做到退休嘅，但係咧人算又不如神算，天父咧竟然為我預備信心牧養之家。一個監獄侍奉嘅機構，信心牧養之家主要係服侍在囚同埋更生嘅女士，關心戒毒康復者同埋佢哋嘅家人，仲有單親嘅家庭。監獄探訪工作真係唔容易做。而家我主要每星期1次帶住義工去到羅湖懲教所，參與戒毒嘅活動、戒毒組嘅活動，包括心思美藝嘅興趣手工班同埋心情暢聚嘅12部戒癮小組。戒毒組嘅組員咧，常常都被毒品所牽引，生命不斷重複同埋循環喺吸毒同埋坐監嘅模式裏邊。佢哋都好想突破呢一種嘅模式，但係又不能自控。每隔一段時間入監，我又再見到佢哋，其實我都覺得好氣餒。曾經我問機構創辦人程家偉牧師，佢哋嘅狀況重複又重複，你有冇諗過放棄啊？程牧師話我知唔會啊，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神幾時動工，深信當神喺佢哋生命裏邊動工，佢哋就可以去改變。確實，程牧師做咗監獄服侍超過20年，見證咗好多嘅姊妹生命嘅蛻變。今日在座有唔少嘅姊妹都係程牧師嘅見證，佢哋因為認識神，有依靠神嘅心，生命咧就改變咗啦。而家亦都係我哋信心牧養之家嘅領袖同埋同工喎。馬可福音1章41節，耶穌動了慈心，伸手摸他，說：我肯，你潔淨了吧。每次讀到呢一節嘅經文，我都好觸動。動了慈心係我向主所求，願主賜俾我一個謙卑憐憫嘅心，喺我侍奉嘅崗位上邊盡忠。並且願意伸手按手為佢哋禱告，深信若果主願意，佢哋就會得醫治、得潔淨，從罪裏邊得着釋放。相信咧，大家都知道我個名叫做麥詠恩。入嚟嘅時候有冇見到我為大家預備嘅小禮物啊？我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個詠字 WING 詠恩，其實就係翅膀嘅意思。今日我為大家預備呢一份小禮物咧，有一個貓貓圈圈呵，個圈圈就係一個 ring， 一個圈圈，係啦。好想話俾大家知，我而家侍奉嘅盼望，我好想咧呢一班嘅群體能夠與神與人和好，就好似個圈圈一個 ring 咁樣。之後佢哋能夠展開一對翼，一個 ring， 係啦，成為小天使，同我一齊翻到去獄中，祝福更多嘅人。為咗讓懲教所嘅所員咧更加容易認得我，我好想大家除咗叫我做麥牧師之外，亦都可以叫我做 Wing Wing 牧師，因為呢個名咧係另有意思嘅。當我要接觸嘅群組佢仍然吸毒嘅時候，或者飲醉酒嘅時候 ，Wing Wing 地，佢就諗起邊個啊 ？Wing Wing 牧師啦。神嘅意念高過我嘅意念。今日感謝程牧師俾我有一個機會，讓我哋同心去發展信心牧養之家。對我來說，既興奮又擔心。呢一個係一條好漫長而且沒有挑戰嘅路，因為要營運一個機構或者一個事工，極需要義工同埋經費嘅支持。雖然信心牧養之家踏入第5年，但係認識嘅機構嘅教會都唔係好多。盼望日後機構能夠拓展更多唔同嘅活動，讓到大家同心合力嘅參與擴展福音。日後侍奉路上邊，我會謙卑跟各位嘅牧者學習。
盼望牧者們同弟兄姊妹都能夠多多嘅提醒，見證我喺主裏面嘅成長，一同擴展事工，榮耀主嘅名。最後，我想以敬拜隊剛才最後一首嘅詩歌《只想榮耀你》作一個總結。神揀選嘅唔係最好嘅我，神愛嘅亦都唔係一個完美嘅我，就係因為我唔係最好，亦都唔完美。神用咗20幾年嘅時間喺我侍奉嘅路上面磨練我、裝備我，使到我慢慢地成為合乎主心意嘅人。同樣地，我都祝福大家，願你哋嘅生命同樣被主所用，單單榮耀主。多謝大家。恭喜溫馨牧師啊！恭喜麥牧師。咁啊，但願咧其他嘅你手服侍嘅人咧，佢因為溫馨牧師唔使再溫。好，咁跟住咧，我哋咧有一首嘅回應詩。咁回應詩咧係由咧 Full Gospel 同埋信心讚美之星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唱。咁呢班弟兄姊妹咧，我成日見到佢哋㗎，成日喺信心裏邊咧，佢哋星期五咧就練詩啊，練到好夜㗎。有陣時佢哋咧練完之後咧 WhatsApp我仲未食飯，嗰陣時係11點。係，咁我將以下嘅時間交俾Full Gospel 同埋咧信心讚美之星。只想
醒目為是你。願意各路擴張，心醉在地上，掀起這身盼望，願每心也翱翔。全為你突破自我，釋去生命的浪，跟埋上心思意願，未怕崎嶇同坐。寒夜裏有你同我，堅固生命居所，繼續我這救贖，讓我付上更多。感謝因你堅持，貧困黑眼你醫治，今天差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闊闊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夢想，永遠盡意。自我，釋去生命偏多，跟埋上心思意念，未怕崎嶇同坐。這救贖，讓我付上更多。甘心因你堅持，貧困黑眼你醫治，今天差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豐豐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夢想，永遠盡意。感謝因你堅持，貧困黑眼你醫治，今天差我作你僕人，成就你心意。豐豐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夢想，永遠盡意。寬闊收割之時，為盼見證你公義，只想彰顯你的愛夢想，永遠盡意。但係我哋每一位都能夠付上更多，但係我哋每一位都願意被上帝參與，唔係淨係英英牧師，而係我在座嘅。咁我哋咧今日咧係幸福人教會4週年，咁我哋都預備咗一個錄影帶，等大家咧去認識下幸福人教會。我哋咧預備放錄影帶。幸福人教會係由程嘉慧牧師所創立，招聚咗一班曾經領受主愛嘅肢體，一齊同心服務社區，關懷弱勢同埋基層嘅人士。幸福崇拜由錄影之後分發俾指定嘅人士嘅網上崇拜聚會。幸福家人團契係為咗有家庭問題、有情緒困擾或者有不良嗜好嘅人士而設嘅。喺幸福家人團契之中，心靈已經有顯著改善嘅團友，齊心學習福音粵曲，組成咗福音粵曲小組。我哋唔止定期探訪老人院，亦都有探訪基層家庭或者劏房戶嘅家庭，為佢哋送上一啲小禮物，希望透過呢啲活動，讓一班街坊同老友記都感受到愛同關懷。
踏入2025年，幸福人教會將會不斷擴展社區服務，定期探訪唔同嘅老人院，將溫暖同埋關愛送俾每一位有需要嘅長者。我哋期待可以同大家一齊攜手，共同去創造一個充滿愛同希望嘅社區。喺2023年4月，我哋同樣關愛弱勢社群嘅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攜手合作，正式成立咗幸福人教會 Oh My God Music Channel 嘅事工。呢一次結盟唔單止擴闊咗我哋嘅服務範疇，更加注入咗新嘅動力同埋朝氣，令到我哋可以將福音透過唔同嘅渠道傳揚開去。隨住2026年嘅來臨，我哋除咗繼續推動社區關懷、詩歌分享同埋訪談節目之外，我哋仲計劃喺7月份舉辦一場名為《新心靈延續愛》嘅詩歌見證音樂會。除咗希望籌得更加多嘅經費之外，我哋更加想見證到更加多嘅靈魂得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嘅事工。喺未來嘅日子，我哋一班信徒都好想將呢一份幸福送俾每一位，希望人人都可以成為幸福人。我第一次睇嗰陣時咧，好感動，我覺得真係好值得支持。係咁樣咧，今日咧，程家偉牧師創辦人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去鳴謝各位，我請程家偉牧師。牧師傳道同埋嚟自不同教會嘅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哋幸福人教會，大家啱啱都睇到啦，就係一間咧關心弱勢社群嘅教會。咁而咧，我哋呢度裏邊好多幸福人啊，包括我哋嘅牧師啦、傳道同埋我哋嘅同工，因為佢哋全部都係義工嚟嘅。喺我哋呢度裏邊冇人受薪，但係我哋服侍得好開心。而且咧，我哋呢一班義工咧，我哋都帶住一個心思，就係、是、你哋睇到嘅呢一個嘅標誌，我哋去完成神嘅心，我哋一班受神嘅恩典去祝福嘅人，我哋去完成呢個十字架。我哋將呢個十字架高舉，然後我哋行到去社區裏邊去關心其他嘅人。咁我哋今日好高興，因為我哋見到我哋嘅美欣由今日開始成為麥牧師啦。咁咧，我哋拍掌嘅其實牧師咧唔單止係幸福人嘅義工，佢同我哋咧都去到護老院啊，或者一啲宿舍裏邊去服侍嘅。佢係一位好勤奮又忠心嘅牧者。我見到佢咧同我哋一齊去懲教所裏邊去服侍嘅時候，睇到佢關心啲囚友，主動去同佢哋傾偈同埋安慰佢哋，甚至咧俾佢哋睇到亦有人關心佢。所以咧，我對佢呢一種嘅特別嘅恩賜咧，我就一路都好欣賞嘅。咁大家都知道，我明欣以前咧係一個院牧嚟嘅，佢係慣咗喺醫院裏邊咧呢度去嗰度去關心人同埋安慰人。但係原來咧，佢哋去到懲教所裏邊就唔係可以隨便可以入到去，原來要去到懲教所裏邊咧係需要一啲申請嘅，因為要經過保安嘅理由。而我今日咧好想去按立牧師咧，就係因為我哋經過我哋嘅
執事會，我哋都覺得能夠按立咗牧師，我哋係做咗第一步。因為前教所裏邊能夠咧入去嘅人一定要有誠信，有牧者心，呢個咧係我哋先至可以推薦到去懲教處嗰度，去成為一個懲教處嘅專職教士。我自己本身係一個懲教處嘅專職教士。當我自己去服侍嘅時候，我睇到咧嗰種心，有時覺得阿永恩好似我以前嘅我啊。當我哋去服侍嘅時候咧，佢嗰種關心咧係令到我有啲感動嘅。咁我就邀請佢，我話可唔可以啊？去喺當中去服侍呢班人。當然啦，原因佢經過一段長時間嘅考慮，佢決定去接受呢一個嘅邀請。所以我哋今日嘅按牧禮就完成咗第一步啦。我哋行咗第一步，但係第二步同埋第三步就係需要神嘅能力同埋大家嘅代禱啦。我希望大家咧喺今次之後咧，你時常為有永恩去禱告啦。我哋都好渴望能夠有一天去成為咧懲教處嘅專職教士，可以好自由咁入到去懲教所裏邊，去關心一啲住喺又冰冷又灰心嘅地方，去照亮佢哋嘅心。路唔係容易嘅，前面嘅路我相信咧阿永恩係需要好多你哋嘅禱告同埋幫助。願主咧賜福俾佢。喺佢嘅服侍裏邊，亦都咧願意帶住你哋嘅禱告進去。我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再一次嘅多謝大家喺今日裏邊嚟到呢一個會場裏邊去支持永恩，同埋咧係去認識我哋幸福人教會。多謝大家。感謝各位嚟臨嘅弟兄姊妹同埋你哋嘅禮物，亦都咧多謝啦我哋按牧團每一位牧師。亦都咧代英英牧師咧去感謝師班嘅弟兄姊妹，亦都咧感謝咁多位嘅來賓。咁我有少少嘅報告喎。咁樣咧今日咧就喺出邊咧，你會見到有兩個奉獻箱嘅。咁一個奉獻箱咧就係信心牧養之家，一個奉獻箱咧就係幸福人教會。咁如果在座咧，你哋需要咧回條嘅時候咧，奉獻回條咧，咁你哋咧可以透過奉獻封咧去寫咗之後就入去個奉獻箱嘅裏邊。咁同埋咧出邊亦都有一啲嘅代禱信，同埋咧亦都有啲嘅事工報告嘅，都歡迎大家索取。咁入嚟嘅時候，可能都見到一啲咧好靚嘅呢啲經文嘅石頭，係啦。咁呢啲經文石頭咧係人手做嘅噃。咁今日係義賣嘅，今日喺門口咧係義賣嘅。咁亦都歡迎咧大家咧去出去咧去索取。咁一陣間晚宴嘅時候咧，如果一陣間去晚宴嘅時候咧，記住我哋係6點鐘入席，5點鐘就招待嘅啦。咁一陣間可以咧行一陣間咁就去，咁去邊度啊？就係隔離嘅啫。去隔離咧嗰度始創中心4樓潮悅，係啊喺隔離。好，咁樣咧就今日應該程序差唔多，因為咧請阿麥牧師去祝福祈禱，然後跟住一陣間我哋咧就會影相。請各位起立，我哋同心領受上帝嘅賜福。願上帝賜福與在座嘅每一位，擴張我哋每一個人嘅境界，保佑我哋不遭患難，不受艱苦。又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與慈愛、聖靈嘅感動、安慰、保守、帶領，常常與各牧者、眾弟兄姊妹、各來賓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好，咁跟住咧，我哋就拍攝嘅程序，係啦，咁大家請坐。咁我首先咧就請按牧團先拍照。